陳志全議員。有一個嚟自同志家庭嘅10歲小妹妹，叫做 Sophia， 寫咗封信向奧巴馬訴苦。佢話：我因為有2個爸爸，所以喺學校俾同學歧視。佢問奧巴馬：如果你係我，如果你都有2個爸爸，如果你喺學校都俾同學歧視，你會點做？奧巴馬雖然忙緊選舉，但係都有覆信俾呢個小妹妹 Sophia。喺回信裏面，奧巴馬送咗一句說話俾佢，呢句說話係 ：A good rule is to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hope they will treat you. Remind your friends at school about this rule if they say something that hurts your feelings. 今日我都想將奧巴馬呢句說話轉送俾到呢一刻仍然係諗住堅決投反對票，反對何秀蘭議員動議嘅立法會議員。我想大家諗下。如果你嘅仔女或者你嘅孫、你嘅家人係有同性戀者，你嘅諗法會唔會有啲唔同呢？喺呢度，我首先要代表香港嘅同志社群，要感謝何秀蘭議員一直以嚟為同志界作出嘅努力，亦都提出今日嘅動議，亦都要趁機多謝一眾曾經為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出力嘅立法會議員，包括97前嘅立法局議員。雖然香港喺爭取同志權益上面係苦無寸進，但係大家仍然係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琴日就呢個動議開咗個記者會，有記者嚟訪問我，電視台記者，佢最後同我講，佢話祝福你聽日立法成功。今日有報紙報道呢個記者會，第一句就寫何秀蘭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其實大家都誤會咗，包括新聞界嘅朋友都誤會咗。今日我哋唔係傾緊立法，唔係話通過咗，聽日就會立法。我哋只不過喺度趁呢個機會，叫政府快啲展開公眾諮詢。今日何秀蘭議員提出嘅只係一個冇約束力嘅動議辯論，即使係咁好彩通過咗嘅話，就好似琴日喺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咗要求政府擱置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買2手居屋嘅動議，特首一樣可以堅決唔聽。就算我哋今日嘅票數係贏咗，政府一樣可以話 CY 政綱冇喎，唔係優先考慮，暫時唔打算做。3年、3年又3年，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2句說話最好用嚟形容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嘅發展。由80年代初開始，我哋爭拗緊同性戀非刑事化，拗到90年代初先至有呢一句：21歲以上男性雙方同意私下進行同性戀活動，法律不予追究。到今日，足足30年啦。我哋今日所提出嘅動議辯論，只係要求最基本嘅人權。係要平等嘅對待，人權唔係少數服從多數嘅，係要多數尊重少數嘅。我哋所要求嘅只係政府盡快就立法展開公眾諮詢。原動議只得一句說話，35個字，簡單直接溫和。我哋甚至係擔心有人會批評動議加修訂係唔夠進取。喺動議同埋我哋嘅修訂裏面，對於同性婚姻、民事結合、同居伴侶關係係隻字未提。點解唔加入婚姻權利呢個元素？唔係我哋唔去爭取，而係為免節外生枝。唔想有議員最後藉口話我支持平等平權㗎，支持反歧視㗎，不過我仲未接受到同性婚姻，所以何秀蘭最後係提出呢個最簡單嘅動議，係求同存異，希望揾出最大公因數。可惜我哋嘅用心良苦，反對者未必懂得欣賞。今日鍾國斌議員提出嘅修訂動議，竟然將立法保障同埋公眾諮詢呢2個咁重要嘅概念劃去，連公眾諮詢都要劃走，係逃避責任，係鴕鳥政策。你再講點樣去加強政策措施，
你都未睇清楚個問題，你係拒絕詳細了解個問題，拒絕接受意見，咁你加強啲咩措施呢？點樣加強呢？加強幾多呢？全部廢話，不如你乾脆投反對票就算啦。反對嘅意見最主要有一個似是而非嘅論點值得可以拎出嚟討論一下，其他嗰啲都不值一駁，就係話立法無助解決性傾向歧視，只會惹起更多嘅紛爭，應該以教育取代立法。我哋當然明白，就算立咗法，唔代表聽日就即刻冇晒歧視。今年台灣同志遊行嘅主題係革命婚姻，佢裏面講到革命婚姻絕非同志平權嘅終點。喺同志平權運動嘅道路上邊，我哋深刻體認法律制定往往只係第一步，社會整體喺反歧視嘅人權教育同埋改革二元性別文化，先至係最艱困並且需要長期去奮鬥耕耘嘅志業。教育同埋立法唔係二元對立，唔係話你死我亡，唔係要二揀一嘅，係要相輔相成。立法亦係教育不可或缺嘅一環。呢個星期我哋討論呢個過程，就俾大家有好好嘅學習機會。有啲人為咗反對呢個議案，係顛倒是非、偷換概念、歪理盡出。為咗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嘅公眾諮詢咋，竟然擘大眼講大話，話好好啊，冇歧視啊，唔使搞咁多嘢喎。因為佢哋怕一旦有公眾諮詢，就會有無數苦主現身做見證，令到佢哋再唔能夠掩耳盜鈴，否認歧視嘅存在。我有幸成為兩岸四地第一個 come out 嘅同志議員，並唔係因為我特別勇敢，係當我喺選舉期間收到記者嘅查詢電話，話有人向報館告密，話我係基嘅。我覺得最好嘅回應方法就係坦白承認，因為如果否認或者不置可否、神神秘秘，未來嘅日子我就會生活喺憂慮、惶恐、壓力之中，終日擔驚受怕，怕俾人調查，怕俾人起底，甚至係跟蹤。除咗影響我自己，會影響我嘅家人、朋友，甚至係我以前嘅男朋友嘅生活。所以我選擇坦白承認。喺我哋呢個年代，我嘅年代啊，有好多朋友因為自己係基嘅，識朋友係連自己嘅真名都唔敢話俾人知，係怕麻煩。記得當年仲係男性交合法年齡係21歲嘅時候呢，往往係出現一啲勒索，啲苦主為咗掩飾自己身份，係連報警都唔敢報。呢啲事例係隨處可見嘅。今日好多同事已經講過一啲數字，我唔打算喺度重複。我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啲事實，好似校園歧視咁樣。頭先我講嘅10歲嘅 Sophia 就得到奧巴馬嘅回信，但係喺香港，如果被歧視嘅同學仔寫信俾 CY， 唔知會唔會得到同樣嘅積極回應呢？小童群益會嘅研究頭先講過，有好多同學被歧視，但係只有1成會向老師求助。點解啊？因為歧視嘅來源往往係老師。有同學話上宗教課嘅時候，老師話同性戀要落地獄，話佢哋都係濫交。我本來好想同老師理論嘅，但係因為佢係老師，所以我只能將說話吞返落去。嗰一刻我真係好難受。有同學話喺一個性教育工作坊，老師話同性戀係精神變態，係抑鬱症，又話同志會失禁，要包紙尿片。嗰陣時全校嘅同學都一齊笑，我喺台下聽咗好驚。我冇跟住佢哋笑，我怕佢哋見我冇笑會懷疑我係同性戀者啊！我請反對嘅同事唔好否定喺香港存在好多對同性戀者嘅歧視。我今日嘅修訂議案係加入咗時間表，因為我唔想大家再話討論諮詢，再等多10年、20年。希望特區政府還香港嘅同志同埋支持同性平權人士一個公道。今日我哋嘅要求係非常之卑微，只係就立法展開公眾諮詢，
如果你哋話社會係咁多反對聲音，喺公眾諮詢嗰度可以俾佢彰顯出嚟，到時我哋再去辯論、再去討論、再互相說服。本人謹此陳辭。